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主要的连外道路，基转一线，行早起7:20的时阵，伫1.5公里处发生崩山，地区双向是拢无道通车。这山顶呢有170个游客，甲58个工作人员拢掉伫咧内面。这太平山12、13这2天是拢休困，按算到13中昼进前呢，会当获这游客落山。 大细石头一直连落来，树火也对咧落落来，阻断车路，互人看到心惊惊。这是太平山园区主要对外联络道路移转一线。12早起7:20石头连落了后，路也断去。游乐区里面的游客都是现在就是引导回山庄做安置。现在目前还在继续抢，明天会继续抢，在安全比较无虞的状况下才会开放通行。 怪手赶紧抢修，为空中画面看，放的范围是真大。太平山园区粗估差不多是50公尺。原本按算下晡4点抢通，不过因为山区雨势落袂煞，而且放起所在石头也一直连落来，为维护游客安全，决定予受困山顶的170个游客，甲58个员工伫山顶过暝，2万13中昼抢通了后，沿路山。 有震惊，因为想说搭完蹦蹦车，然后就先下山了。受困的游客，有的人也过去进温泉，表示旅游行程暂时无受路断去的影响。宜兰最近一直落大水雨，山顶是落袂煞，土石松软，被认为可能是路崩去的主要原因。 警方伫道望桥头开始指挥交通，爱准备去山顶的民众挖头。太平山园区12、13、2天拢暂时休困，进而维护季节山顶的土石松软，民众尽量莫去山区，保障自身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